我哋生物整理所嘅 slogan 咧係生物整理，整理生物。希望將心理結合物品整理，透過整理物品，同時整理到我哋嘅內心，從內心開始提升生活質素。所以我哋會提供個人化嘅整理收納服務嘅。我係生物整理所嘅創辦人 Jeffrey， 我喺香港大學心理學系畢業。而家都擔任緊香港專業整理收納協會嘅副會長，亦都係香港第一位嘅男性整理師。我哋生物整理所成立咗接近3年啦，就提供專業嘅個人化上門整理嘅服務。專業嘅整理師咧會透過事前嘅諮詢啦，去了解客戶嘅生活習慣、喜好、整理傾向等等，從而設計出一個以人為本嘅整理方案嘅。整理師都會有一套有效嘅整理流程啦，包括係物品嘅篩選、分類嘅建議啦，空間嘅規劃、收納用品嘅建議，又或者係物品回收捐贈等等嘅唔同嘅服務嘅。希望咧可以專業、迅速、有效咁幫助客戶咧達成到整理嘅目標㗎。我哋嘅客戶咧都好廣泛嘅，由新婚夫婦啦，去到準備生小朋友嘅屋企啦，上班族啊、長者，甚至係一啲 office 鋪頭等等咧，都會揾我哋去執嘅。整理師呢個行業咧，其實早喺80年代咧，歐美地區咧已經開始發展緊㗎啦。我自己之所以入行咧，其實都係因為自己由細到大咧都好中意執嘢啦，好中意啲物品整齊有序啦。喺小學嘅時候咧，就好中意咧跟住個 timetable 咁樣去執書包嘅。試過暑假去同學屋企咧一齊去執啲舊書啊、舊作業咁嘅。直至去到我讀完大學之後咧，就喺機緣巧合底下啦，參加咗一啲整理嘅課程啦，又認識到整理師呢個行業啦，從而咧成為一個全職嘅整理師嘅。因為自己係有一個心理學嘅背景啦，我覺得整理咧唔單止係令到環境變得清爽啦，啲物品整齊有序之外咧，其實咧更加可以促進到我哋內心嘅平靜同埋健康。所以咧，我哋公司咧都改名為咧做生物整理所嘅。我哋喺現今嘅社會啦，唔單止我哋要追求身體嘅健康啦，亦都要注重我哋心靈嘅健康嘅。所以咧，我哋除咗提供一啲私人嘅整理服務之外咧，我哋都會同一啲社福機構咧緊密合作，為一啲基層嘅家庭啦，例如係劏房戶啦，甚至係受情緒困擾嘅婦女等等咧，去提供一啲義工合作嘅服務嘅。希望咧由內到外咧去提升佢哋嘅生活質素啦。亦都希望咧我哋整理行業咧喺社會入邊咧發揮更大嘅價值嘅。未來嘅目標咧都係希望可以為更多嘅基層家庭服務啦。同時咧因為人手不足，所以咧都希望培訓更多嘅整理師入行嘅，尤其是咧就係男性嘅整理師啦。